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彰化市中安街有一栋透天，昨下晡着火，火势烧甲真猛。附近光复路有10间厝拢烧着，加在无人着伤。若光复路是有7栋8六客式的百年老厝互火烧着。文化局表示，所有权人若认为讲这老厝有文化价值受到损害，会当提报文书审议。大火直直对徛街2楼冲出来，消防队赶去现场拍火。中华火车头附近的长安街一栋透天厝，10八下晡点外时熊熊着火，厝主一口罩5个人赶紧走出来，加在无人着伤。厝主讲，起火点是咧2楼，哪像是电风的电线出火星。哦，电风咧烧吓。几楼？2楼吗？2楼。彰化县消防局出动29台车，64个人去现场拍火，发现透天厝的火势拖去后壁光复路的建筑，规排徛街厝顶拢是铁房起的，火火烧甲变形落落去，计共有10间厝互烧着。消防人员坐分推车对半空中储水，到暗时6点17分才甲火拍花，导火原因搁来调查。长安街的民宅2楼、3楼已经有明显的火焰窜出，那马上环视四周之后，发现光复路的民宅没有燃烧的情形。那因为光复的民宅，那顶楼是铁皮加盖，然后都是连通的，那所以这边有7间受燃烧。根据彰化县文化局资料记载，光复路这7间烧连的建筑是百年老厝，在日本时代是台湾最出名的八卦园旅馆。战后一直到1970年代，也是当地最有名的旅社。虽然讲即卖已经停止营业，一楼走人，不过8六级建筑外观永远真显目。如果说民众认为它的文化资产有文化资产价值的话，好，当然其实说，也许昨天有一些灾害有文化资产在民众这边地方可以来主张，提报。文化局表示，百年老厝目前无文书成分，所有权人若认为有文化价值，佮受到损害，会当提报，后续会去现场了解状况，启动相关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